8点档戏剧《女兵日记》女力报道，日前到职棒特展取景拍摄，呼应剧里的鲶鱼哥林建宇儿时梦想是棒球国手。戏剧播出后，吸引许多观众去棒球特展朝圣，也让展览人数突破2万人次关卡。职棒联盟宣推部副主任侯立元920的时候，晚上大概8点多，当时球赛中断，在台北市立棒球场中断。为什么被中断？被鸟中断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上百只的鸟，一瞬间全部冲进球场。对着国小校棒队的球员讲解中华职棒30年来的历史，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，而大朋友则觉得这场景相当眼熟，因为日前8点档戏剧《女兵日记》女力报道就是在这边取景。电视剧《女兵日记》女力报道，邱又廷，前棒球国手，你现在感想如何？原来你都知道咯，所以才带我来这里。怎样？我很聪明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以前守内野那个王柏荣，你看现在那看板球星，他现在很厉害，跑去日本打球。剧中的鲶鱼哥林建宇，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棒球选手，还把棒球明星王柏荣的名字融入在剧情中。暗恋鲶鱼哥的郑雅，特地选在这边告白，也让职棒特展的询问度变高。职棒大联盟秘书长冯胜贤，我们还把6点观展之后，就让他们剧组使用2个小时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25000人，所以还不到2个月就已经25000人。所以持续有很多球迷进来，那也看到8点档帮我们推销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非常棒的宣传。棒球是台湾的国球，职棒30周年也是许多人的青春回忆。结合电视剧情，让观众看得更有共鸣。